接下来的歌曲是源自于美国非洲裔灵歌的圣诗，它的旋律很简单，但是每一句歌词都充满希望。无论人生多么艰难黑暗，我们终有一天会在主里安息，与他同行，心中满有平安。想象当年的美国，唱着这歌的人承受压迫与苦难，却仍能唱出平安的应许。马基博士的一生就像这首歌的写照，他初到台湾面对各种挑战，但他心中依旧充满平安。他医治病人，建立学校，散播了福音的种子。纵然道路艰辛，却始终相信上帝与他同在。所以当我们唱这首歌，不只是唱一段旋律，而是在回应这个永恒的真理。即使走过人生的幽谷，我们也不怕，因为主与我们同在，他给我们平安，也引领我们走向光明。